这是在柳营桥南太岁宫这边，就在积水溪畔南边那个路桥东边墙壁的壁画，蔡明新先生的高级画作，高级作品，主题柳营在前面火化王禅祭典，凉伞、神教，有教典的叫文教，然后这个是五宝，七星剑鲨鱼剑红棍红帆金虎这个叫车鼓阵哦，跳鼓阵还是车鼓阵？据说明朝末年戚继光那个时候发明的，他兵哥打完胜仗，然后一性节目发明出来的。大车鼓阵都是男生，后来的跳鼓阵也有女生。然后忠义太岁的神教，没有教典的叫武教，8个人扛的，8个人扛神教，然后还有一个掌教。